下課後嘅週末，看似普通嘅日常，其實都係一步一步砌出嚟嘅生活。我錄緊嘅可以冇咁得，我嗰啲係去隔離去睇下，係咪啲燒焦？天氣很好呀。今日嚟到萬象匯，去行下嗰間近排好火嘅麵包。萬象匯又開咗間新嘅麵包店啊，走馬花燈都開咗好多唔同形式嘅小店啊。喺度佛企啊，張海月。每次來都想買個禮物。你唔係我去幫我黐咩？你嗰個蝙蝠咁喎，好似個蝙蝠俠咁樣啊！你而家鄭海洋咧展示緊自己嘅才可力。惜不夠錢買單。創業嘅頭1-2年呢，星期6日都要做嘢，冇時間陪到屋企人。呢1-2年開始可以自己分配自己嘅休息時間，所以我哋星期6日呢會攞呢2日出嚟陪屋企小朋友，唔工作。都係呢句啦，大人要做好自己嘅本職工作，先有選擇嘅權利。雖然小朋友長大嘅過程當中係好短暫，但係小朋友都需要有效嘅陪伴。想要家庭兼顧好，首先自己都要活好。這個我知道的，這是大江。你個小孩哥。你話而家輕鬆咗啦吧？的確而家少直播咗，但係心攰腦攰，因為瑣碎事多咗好多。而家我嘅工作基本上係覆蓋全日制嘅。我而家要過去對面，今晚食蛋包飯，過去攞個位。所以話一定要學識調節自己嘅心情，喺排隊嘅過程當中，有拎起部工作手機，早做嘢先。你好，東莞嗰邊。哦好啊，而家要打電話俾鄭海月，叫鄭海月出嚟。叫爸爸出嚟啦！我哋有位出嚟啦，食飯。一邊係認真打拼嘅事業，一邊係用心經營嘅生活，兼顧家庭嘅瑣碎，都要奔赴自己熱愛嘅日常。你嗰個好綿滿，好有食慾感喎。落放入個口度啊！成腳去啜入去。Andy 好食到要跳舞。2號咯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呢啲咁嘅味道 OK。最後買咗2個包返去食，呢個包對佢期望值高咗一啲。阿姨，我給我買咩啊？呢一杯唔係奶茶，叫做情緒價值。這個就是在繁忙的生活裡面，給自己的一點甜，也是自己的情緒價值，哄自己開心的。上一個星期有大嘅專場，再加上520嘅活動，忙到我起晒飛腳，終於有時間可以同新哥2個人出嚟鬆一鬆。至平淡充實嘅日常呢，實質步步都唔容易嘅，邊個都有撐唔住嘅瞬間，只不過呢，大家都會將脆弱嘅一面收起嚟，調整狀態再出發。我自媒體生涯裡的絆腳石。給點面子好嗎？算了，陪他裝一個。個花甲肥到，你會一搞一個，哇！你哋個肥到。真係好中意食嘢嘅，特別中意一班人一齊食，特別好味嘅一餐色彩豐富嘅宵夜呢，都可以帶走我一身嘅疲倦。正在奔波勞碌嘅你哋都要好好地食飯，好好地慰勞自己，再唔係嘅沖翻個靚涼，呢個都係我放鬆嘅一種。吃，今天週末好吃嗎，老公？睇係水頭一餐係咪？我未來有機會唔使約我大飲大。今晚一次過食咗蒜蓉啦，同埋香辣啦，仲有呢個係叫做我哋嘅燒避風塘，一次食咗3種口味。太滿足啦！辣到我個嘴成個梁朝偉咁樣。我的嘟嘟聲。翻到屋企，你睇下今日嘅底妝，好乾淨，同埋佢唔會暗沉。我用嘅係2號色。作為30+以後嘅女性呢，調節自己嘅心態真係好緊要㗎。你今晚都未決定食乜嘢，就唔好去糾結聽日會發生嘅事情。畢竟抗老面霜好貴㗎嘛。一個去隔離去睇下，係咪啲燒焦？今日嘅天氣好好啊！咦，很帥哦！謝謝。係時候同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啦！阿田終於靠自己擁有自己嘅第一間屋，係自己個人咯。2021年嘅時候，我仲喺度哭緊自己點解可以咁窮嘅，點解老公唔幫我？到現在只是過了幾年，所有嘅一切皆有可能，只要你不要放棄。我現在哭了，我這幾年是怎麼過來的呀？都為女人爭翻口氣啦，成功令我老公食上了軟飯。看到摩天輪啦，好熱啊！對，今晚裝修回家，拿上包包，去上個班。我要努力，我要工作，我一定不能放棄。店裡面工作一下啦。再回到來倉庫這邊，今天陽光很好啊。小慧。今天上班的？對呀，嚇我一跳。我有啊！從我創業嘅第一間鋪開始，佢哋就跟住我噶啦。我覺得佢哋都係我
事業上面嘅貴人，一直幫扶住我。相處起身咧就好似屋企人咁噶啦，偶爾我哋都會有分歧嘅，但係講出嚟就好啦。Hello，老闆姐，好瘦啊！你穿這件，看過來。因為小王而家幫我播緊我鋪頭嘅衫，大家一班朋友過嚟幫佢打 call 支持佢。周末嘅尾聲就同朋友過對面食一個海底撈，畫上完美嘅句號。新嘅一周又要開始啦！哪裡有八卦，哪裡就有我們。